日6月10號咁過去嗰幾日都發生咗幾件大事。英國改革黨嘅主席辭職，再翻去唔做唔同嘅崗位，只係相隔唔夠48個小時。唔使講，美國嘅加州係成為各大新聞媒體嘅頭條，亦都係各位茶餘飯後嘅話題，亦都將加州嘅呢個社會運動同香港19年去相提並論，到底係乜嘢一回事？咁仲有就係今日，即係6月10號，香港以1-0贏咗印度。有好幾樣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首先喺 Facebook 見到呢張相，咁其實都幾搞笑幾乜嘢嘅，呢個赤裸裸嘅種族歧視。即係我知道贏波好開心，足球呢樣嘢，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其實種族歧視係人性裏邊嘅一部分，就係人係唔中意外來嘅物種，唔中意外來嘅人。好等於你喺間公司嗰度做咗好耐，有新人嚟，我哋大家都會俾時間去觀察呢個新人。呢位新人亦都係要去盡量去 adapt 呢間新公司嘅文化，唔同嘅人嘅處事關係。我哋人對新嚟外來嘅人或者物種都係會有一個防備心。咁當然啦，昨天喺大球場香港人嘅主場，咁你想做乜都覺得冇乜介意，冇乜所謂。咁因為你喺自己嘅地方。嗰班阿叉返印度食蕉呢張相，相信係一個港人嘅集體回憶。咁你去到英國嘅時候，其實英國人喺佢嘅主場又點睇你呢班香港人？佢哋又會唔會背後咁講你哋呢？咁如果佢哋又舉出一啲帶有種族歧視成分嘅，譬如相片或者話電影橋段，咁我哋香港人又會點樣諗英國人呢？其實自己睇返將心比心。可能人哋都唔覺得自己係歧視緊你，但係一個好 deep inside the blood 嘅一種排外嘅情緒就會上咗嚟。但係可能我哋只不過做緊一啲我哋以為係好搞笑、好開心嘅嘢，但係原來係一個種族歧視。將心比心，嚟到英國之後，如果見到有人歧視你，咁我哋喺香港又有冇歧視我哋口中嘅摩羅差？美國嘅政治就唔多講啦，咁但係我就只係見到呢幾日喺加州好多非法移民就搖住墨西哥國旗，好 proud 佢哋自己嘅呢個 identity 以及種族，去示威遊行，就要求唔單止係要求唔好趕佢哋離境，仲要係要求政府俾福利佢哋添。咁喺加州就有法例，就係話如果你係非法移民，但係如果你有交稅，就可以有銀行戶口，有銀行戶口你就可以申請政府福利，進而投票。咁詳細唔多講啦，其實我有跟開呢單新聞嘅。咁但係我見到就係，如果點解你要搖住呢個墨西哥國旗喺美國裏邊呢個國家裏邊，就係要求呢樣要求嗰樣呢？咁喺香港嘅移民嚟到英國，嗱，我係知道有人喺屋企掛港英旗嘅，我亦都知道有人係揸住嗰8個字嘅旗掛喺自己屋企，或者係甚至乎出嚟。再對比一下，而家喺美國加州裏邊搖住墨西哥國旗嘅嗰班非法移民，同而家喺香港掛住港英旗嘅呢班香港人，英國人點樣睇我哋，就等於而家美國人點樣睇嗰班搖住墨西哥國旗嘅人，其實一模一樣。為自己好，為大家好，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我知道係少咗啦，但係依然有人係咁樣做。當你不斷放唔低香港嘅嗰一套，當你不斷去重複去表達、強調自己係香港人呢個身份，對你融入英國或者攞到居留一啲幫助都冇，而且會壞事，根本就得唔到主流民眾嘅同情。喺小弟嘅 channel 嘅底下留言，以及各大 Facebook 社交媒體群組當中，有好多香港人不斷講到英國人對我哋唔好，因為我哋嚟到英國之後有交足稅、買車買樓，為佢哋做咗好多貢獻。首先，交稅係你嘅責任，交稅唔係恩典，交稅係你嘅責任。你嚟英國之前就知道你係需要交稅，正如交稅俾香港政府唔係恩典，而係我哋嘅責任。我哋嚟到英國之後買車買樓消費係造福咗英國嘅經濟。其實呢啲講法似唔似某國嘅所謂遊客嚟到香港係不斷去藥房或者買奶粉，就不斷喺媒體上面講話佢哋點樣對香港做貢獻，我哋應該點樣感恩，以衣食父母嚟到自居。呢啲説法有冇啲似曾相識呢？其實嗰啲所謂遊客嚟到香港買奶粉買藥係佢哋嘅需求。
佢哋嘅需要。同呢班香港人或者我哋嚟到英國之後，去不斷去買屋買樓或者消費，係我哋自己嘅需要，根本同你係咪造福英國係完全冇任何關係。好等於你不斷去同一間餐廳食飯，個餐廳老闆之後買屋買樓，你亦都唔可以講，如果唔係我嚟食飯，你根本就買唔到屋買唔到樓，所以你應該對我點樣點樣點樣。佢買車買樓，英國嘅經濟點樣，同你喺英國買車買樓完全冇任何關係。你喺英國嘅所有消費，完全係你自己嘅需要，交稅係你嘅責任，所以唔好再覺得自己係英國嘅衣食父母，或者因為你喺英國做咗消費，就好等於係消費者今日嘅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㗎。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國際笑話嚟㗎啦。咁移民英國嘅香港家庭，仲有一部分食兩家茶禮。香港嘅父母有一個人就喺香港繼續打工賺香港嘅錢，其中一方嘅父母同埋個仔仔或者女女就嚟到英國，希望5+1之後就可以以 local fee 嘅學費去入讀大學。咁由於香港人對英國嘅大學有種執念般嘅迷思，而家仲走去聯署，希望英國可以喺佢哋未攞到永居之前就可以以 local student 嘅身份入讀大學。咁英國人又需唔需要呢一部分諗住攞到居留身份之後就離開英國嘅人？佢哋又會唔會咁順攤5+1俾你哋呢？其實10+1就係要杜絕一大部分拗着數嘅人。大愛包容如耶穌都唔能夠做到一人信主全家升天，都係要做到邊個信邊個先可以上天堂。咁英國政府又會唔會俾你上一人移民全家移民呢？相信呢個可能性係極低。10+1或者5+1呢個話佢冇道義，其實人哋嘅文件嘅第一頁已經寫咗係可以進行修改，而且香港呢個 BNO 簽證同烏克蘭係人道主義嘅簽證。香港而家有冇人道主義災難呢？我見到好多香港人仲喺度嚟咗英國之後，仲話返香港點樣開心點樣開心。咁英國人又覺得香港政府仲有冇迫害你呢？好等於有好多人喺某國話89年嘅時候嗰單新聞，或者話練某啲法輪功去到美國去攞呢個政治庇護簽證綠卡，呢啲咁嘅政庇綠卡，當你一旦回到你宣稱迫害你嘅國家嘅時候，就會自動同你取消。香港呢個 BNO 難民或者移民計劃原本就係人道主義計劃，當英國政府見到呢班嚟到英國嘅香港人不斷回到香港消費，而且喺自己嘅社交媒體不斷曬自己回到香港係幾咁幸福，幾咁掛住香港，英國人仲覺唔覺得你哋係受緊迫害、受緊災難呢？佢哋呢個5+1又有冇需要繼續俾香港人呢？唔該擺清自己嘅位置，你哋過嚟嘅目的原本就係因為覺得喺香港受到迫害，覺得受到唔公平先至嚟英國。咁點解你哋又不斷要回到你哋宣稱迫害你嘅嗰個地方呢？咁英國人又覺得呢個簽證又有冇必要繼續俾落去呢？擺清自己嘅位置，唔該 BNO holders， 唔該擺清自己，你哋嚟到呢度係做啲乜嘢？係拗着數啊，定係做啲乜嘢？我講過好多次，我好希望各位嚟到英國嘅香港人可以喺度安居樂業，發展翻自己嘅事業，喺度定居，小朋友喺度長大，成為一個徹底嘅英國人，有香港 identity 嘅同時，唔該大家，我好想大家喺度安居樂業，但係個大前提就係要融入呢個社會，擺清自己嘅位置，知道自己嚟英國係英國政府覺得香港嘅人道主義災難而俾你過嚟。5+1又好，10+1也罷，如果真係真心想留低嘅，其實你20+1又如何呢？BNO 簽證已經係非常之寬鬆，冇工種嘅限制，冇收入嘅限制，你只要喺度 stay， 你就可以繼續 stay 落去。希望大家可以明清事實，認清自己。今日嘅牢騷真係發多咗啦，咁我哋就下期再傾過。